诶，你毋是迄个咱讲台语的主持人吗？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里？你要去倒？哦，你敢知影？咱这立法院有无？立法院三宝，倒三宝咧，这吼内行的才知影。怎啊带你来？行，带我来看。好。就是这啦。对啊，你看这三大就是咱有名的吼，这江湖传说立法院三宝。行，咱来去看卖是啥？哎呦，阮要迄个面线。你爱米线？嘿，要面线。我咧嫌。你嫌哦，淡薄啊。大中小，爱特项。我看卖咧吼，我中个就好啊。中啊，你嫌啦。嘿，淡薄仔嫌。你面线内底有，我不爱吃大肠。俺就加讲完。好，甲讲，因为我唔敢食北来。你啊，除了面线，还佫有啥物？其他拢早时的。其他拢早时的吼。即摆要食敢烤的就面线。对啊，面线。好。要食其他的吼，爱较早来啊。嘿，即摆敢若有面线通好食。我早时嘛无时哦，你早时无伫遮？间。谢谢。好。我鸡排。这个。嘿。加辣吗？淡薄啊。好啊。你看鸡排啊，人咧网络顶管炒豆有无？上爱用的就是啥？就是鸡排。嘿啊。不能焖住啊！一定要把热气散掉，不要直化。你要做。好，谢谢啊，好，拜拜。你听我讲啊，伊讲这鸡排啊，袂当翕条的，因为我若翕条有无？伊迄个烧气啊，伫咧翕的内底，伊就较袂脆啦。嘿啊，好，咱即摆去最后一步。安怎卖？10块钱。安尼我5粒。好。你这是拢几点到几点3点到7点左右。？3点到7点左右。恁差不多拢几点就收啊？差不多7点嘛。要7点。对，约7点。你当阵拢无人啊。这好就是拢抢下来买较济。上班咧？上班咧哦。在这点时间。淡薄啊，因为我想这拢伫行啊内，应该是内行的才知影咧。出外人食一下只腰咧。等去食完了，伊就要转来。袂个，等去食啊。无人啊。嘿，好，感谢。好。滚入面啊！咱即摆吼，这就是立法院三宝：煎包、面线，还佫有炒刀咧用的鸡排。咱即摆吼食一个哦，大家看卖咧。对哦，咱即摆吼先看这个第一步哦，这煎包啦，人咧讲迄个青菜是遮啦，青菜伫遮啦，内底3项内底，敢若这项有青菜。若要食一个简单，我感觉这袂歹。咱看这面线吼，伊是有丸仔甲大肠。问题讲吼，因为我毋敢食北来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叫伊炒丸仔就好。你来看这40块，遮大碗，这安尼就真有够食。这鸡排吼，若讲咱炒刀咧用，真好用。我了看吼，伊个鸡排有小可先生过，味有入去。我咱讲这煎的好食歹食，除了讲油的温度控制好，伊迄个粉有无？我感觉这嘛真特殊咧，咱这个鸡排吼，1分是60，毋过吼，咱其实吼来运去运去哦，安怎讲？因为有当你来的时阵，伊是一块会咸酥鸡，即摆咱拄啊好，运气袂歹，伊是算出规块的鸡排，所以有当你嘛来的时阵，爱看拄啊好，当咧卖啥。今日吼，咱的主角就是立法院三宝，倒三宝咧，鸡排、面线、煎包。这吼就是人咧讲的，内行的才知影，行啊内的立法院三宝，今日介绍大家。同尾咱即摆吼来画一下，讲咱的口号咧。你讲台语，我讲台语，阮讲台语，咱讲台语。